วันศุกร์พุทธั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ธัมมั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สังฆั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ดุติยัมปิบุตตั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ดุติยัมปิธัมมั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ดุติยัมปิสังฆั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ตติยัมปิบุตตั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ตติยัมปิธัมมั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ตติยัมปิสังฆั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ปานาติปาต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อทินนาดาน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กาเมสุมิจฉาจาร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มุสาวาด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สุราเมรยมัจจปมัตตน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อิมานิปัญจสิกขาปดานิสมาธิยามิอุปอีอุปเสกจะเลยสาจับอีแดนว่าที่ก้องแกนจิสิเตจับซีจิแต่พี่ว่าเสียวแกนจิกากูเอาเลยไปว่าจะแกดบุยขี้ไหลแล้วแกนจิว่าที่ก้องตัวสีเกี่ยวกับเสกไกแทนแต่พี่เอาบุยเสกไกแทนว่าโจจะเลยว่าก้องต่ำปุชุนเท่าชุนบุยจะเลยยกไกเอาบุย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สาจับอีแดนเนี่ยทีเตกันแล้วลองจ้องอ่ะ不管是人叫三界 three words 这个三界就是叫做欲界、色界、跟無色界。欲界十一緣，色界是十六緣，無色界緣是四緣，合起來叫做31緣。dalam 這個13禮拜咧，我講是對啲這個11緣嘅色界天，這叫做欲界。dalam 這個11緣欲界，四個就是叫做苦嘅，人做惡，去啲這個四個苦嘅所在。想講是四個是真正少，去在這個四個苦嘅所在是特你滿大雜。了七個就是講叫做這個欲界，特別快樂嘅欲界。做人本是叫做快樂嘅欲界。了天頂去了個樂園叫做欲界，天頂嘅快樂嘅所在。蝦米事咱嚟叫做欲界？你有了欲火，蝦米叫做欲火？就是講查甫啲愛對查某，查某愛對查甫。其實這11緣嘅這個
这个欲界，达人是查甫追查某，查某伫追查甫，但是袂使讲拢种人，因为虾米大这11年的欲界，不然人若是讲离界限了，谈到四果罗汉，伊脱离这个欲火了，伊无啊。安怎若是讲，若是一个查甫伊成了四果罗汉，若安怎人伊袂就是袂了。毋使讲交甲四果罗汉，伊交甲3果罗汉，伊本是未成红者了。一个人若是在家人，伊界限界甲差不多9月，伊会交甲3果罗汉，伊袂讲大上房间甲伊某了，伊毋敢叫伊某讲darling喂，my dear喂。伊叫 sister 了，所以这个真来咯。但是人界限安尼，伊这个欲火直直无。了，这个3果罗汉那个地狱的人，无点声通想甲这个欲火，因为险边达人去刑罚，满哪会去想讲，我爱要找一个查某，哦，查某为啥我要找一个 boyfriend？ 到底地狱 no boyfriend no girlfriend。因为虾米说啊？日买人就要刑罚你满哪有点声，连去想着阮无啊！搁一个是你家嘛等迄架白搭就好款的恶鬼，就好款的恶鬼啊！日买凄凄惨惨，伊个凄凄惨惨对伊这个 feelings 的感觉真正苦。人若是真正苦，伊满哪会去想甲这欲火？咱毋使讲，咱来想话一个人生建设，日暝伫让阿对，满哪会去想甲欲火？袂这个，就是讲啊，有诶做恶鬼诶，真正凄惨，大地遐边无通去想着这物件。了，咱来过来想啊，这个11年诶欲界。这个11年的欲界哈，这个人界限了成功成着1果罗汉、2果、3果、4果，到底人的祝福较济，还是到底这天顶这6缘的天顶欲界倒落较济？特别这个咱讲起来就是天顶，这个台湾天啊，这个4大金刚、道理天，这个叫做阎魔天。了倒数天、法乐天，叫做主宰天，这个6缘的天顶，阿里亚就是讲成1果罗汉的人，还是2果，真正济，较济过咱做大啲这个人的祝福，安怎会安尼济？因为大啲天顶啊，人会记佛或啲世间的点声，伊啲传经，跟伊讲经，跟人成。咱头一道伊讲经的点声，路人会记他妈扎克巴瓦丹啊！佛一条伊讲经的点声，人成1果罗汉，一个人俩，大伫天顶18million的红光成1果罗汉，所以你看一过讲经，天顶一过成真正济，所以天顶会使讲真正济红光有谈了1果2果。这边我小弟要讲互人听。有诶人哦，我有真过点讲啊，世字若是出世伫天顶，像鸟鼠都着了，像露水，然后查某讲我红光也因头真正水，这个拢总是着了。特别若是讲你去好去出世着，你这个红光到这边啊做咧，伊是成了1果2果的红光，了你过去看着伊伫大面，你去大甲伊，然。真正好，你较济是对的，这福利，伫遐边真正济人，马西西多甲这利利西多有讲，一个人若是讲大伫这个世间有关心济善，要伊通出世伫天顶，有机会伊去出世参加这个红光有成了的，你是成了啊，伊这边伫教，这下了你谈1果罗汉，到你谈1果罗汉。要到边落地狱禽兽恶鬼阿修罗卖了100%是稳了，所以拖伫天顶是真正济。第2项你会记我第7年的时，咱的佛调伫去伫天顶叫做这道理天，调伫去传经，好伊骂，特别天顶红光来到真正济，
伊去讲经，讲虾米经？阿毗达嘛，这叫做论藏经。伊讲这个经3个月少年刷无停。特别咱想讲，哎哟，3个月安怎一个人讲是大伫天顶是3点钟啦，几点钟？伊迄边一日一暝，咱这边是100年。了，你来想看，3个月是无偌久的时间呢？所以，迄条是去天顶的时啊，真正济人讲成。第3项啊，咱要想看，这个叫做地位神，人在伫这个世间要来训练这地位神是真正少，大人较爱这个三马大神，他们说大人爱坐这三马大神，伊看到 results 利益较明，伊有。坐了，伊有看到心动力。有个人坐了，你看伊，他等伊会讲会依人，他等伊讲你想虾米加减我知，是你看我目睭看这边，特别后面你做虾米加减我知。这个加了是小小的心动力，这个是无实在是无路用，未倒骹手咱跳出这个苦海。就不但讲搞的人无爱去想着这个物件，要想这个跳出这个苦海。要安怎样要看到是要跳出这苦海，要观神观甲着要看到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是虾米来？是这个名色，这个心甲物质。如果呢一观早甲晚，你谈一个罗汉。看现在咱的西路渐渐来伫这边了，加减安尼伫加。咱看我看槟榔的人真正兴这个对这个维巴萨那神。几那个查某甲大波少年家，大着受戒着7日、10日、1个月，这个就是讲伊人有兴趣。安尼款的人这个家伙是对伊人去一时对一时，这个就是讲伊人是教人。了，迄个想讲滴了把，迄个滴了把的人就是讲真正拍算时间，希望上后过搁要来做好，要来后过来做人。会记我讲你前面句来去弄咧东部龙是真正艰苦。咱这边不到讲，到若是一个人，若是讲要看伊坐善了，伊会谈到一个罗汉未？要想甲这个7项，头一项若是有这个人，若是有了这7项伊若是坐善，较济伊会谈一个罗汉。这头一项是啥物？伊来出世的时有3条筋。看这个3条筋、5条筋甲无筋，前下久12个因缘我有讲了。若是讲有人个 still 无明白，我听台这个讲了这31年，我把这个要刷落讲这个因果。这个我要讲这个因果，我要贴本是10几个lecture，10几个lecture贴啊真正有人来出世无筋、5筋、3筋，了我直直贴，有人听了明，特别论在。到一个人若是来出世有这3条筋，3条筋是啥物？无贪无嗔无愚痴。这个人若是坐神维巴萨那神，较济伊会成功谈一个罗汉。特别谈那的时候，你讲这个萨萨那的尾，真正济人来坐神有5条筋的较济。特别若是5条筋来坐未成功，咱唔通去讲可惜。你虾米事？今日你若是有影突死者，8日你离开世间死了，你去出世天顶，你来出世天顶，你大伫这世间这边他那大伫边咧有训练这个地位神，你去出世的红光是3条筋的红光，险边若是搁一个红光讲破你知，噗一下你弹一个2个无定着了，所以这边头一项爱3条筋，第2项。伊真是有做真正济，巴拉米是讲伊原本功德真正济，布施受戒济善，加减减伊有济，所以伊有原本伊有扣起来，这个叫做好的功德，这个好的功德会导拢伊。第3项，伊大伫即时伊就要骨力要训练，唔通讲袂前袂坐落去，坐过嘛了久。所以这个是分大筋的起就无唔对了。第4项，伊就要找正实
行着的路要看到，虾米啊？要巴山那线，叫要巴山那线啊，看那真正坐先生，特别要看坐着无着，伊个目标若是讲是实在的物件 ，reality 的物件，伊是坐着先。伊若是伊个目标是叫做 concept 观念，伊坐唔着先，伊坐着什么他先。所以这边我加减讲，人听落来讲啊。来出事着所在本就真正要紧。人今日来出事的本来你看坐先有真正济人伫教，所以本来是真正大大的菜市，真正兴的所在对福利。你人去落去过港 provinces 里加减有大山骹有几个所在有个所在啊，我人去教坐先人骂啊，佛无教这个坐先，佛教你讲念经。安尼样，这个就是讲啊，伊人无明白、无了解这个物件，所以伊人杂，讲这个坐仙是无爱，我人袂爱坐仙，我人要念经啊，唔通来教坐仙，所以这个人伊来杂经，把这伊功德是啥物啊？伊要来出示大大的功德，人要来做好，伊来杂伊唔好。So suitable place，今日路人来大啲边咧，路人是大财气。第六。He must be free from 10 impediments. Pala Buddha 就咩？这个是出家人，到这出家人有影正式要来拼，伊就要脱离这个习行。虾米脱离这个习行？伊唔通自己咁想个 dwelling 厝啊，我的这谷地，我这个一点点的花心厝呐，啊落我暗无通受精，啊落看人个暗安尼水，我暗安尼流马。伊点点接触着这个厝的事袂使。第二项，伊唔通去接触着家庭，有诶会想讲，啊，你看这个家，逐个家己的保持好啊，啊，你这个家真正好，啊，咱迄个家若是讲有虾米苦，伊本激心，迄个家若是讲着白表，伊本白起来跳，伊本欢喜，这就是讲伊接触家庭，伊接触个家庭 family， 伊去接触。第三项 gain 就是虾米啊？有诶会想接买点点想，啊，你我假设啊，你看今日人保持我假设，今日人保持我食袂了，今日人保持我药，你看药房的药本无安尼济，今日人保持我一个护理一个，啊，你今日你看做老作，我扣着，我暗扣着几千块，伊对贪起了。所以一般时路人想看，有当时是话那真正好命，食真正好命，因为一个食当盘4、5个，当盘3倍，这个物件有当时路人原谅我，到甲安尼点声，我知讲这个物件安尼一项带伫我面前，我着掠，我着走，因为我走这虾米啊，就是过头济物件，唔通无走是讲我贪，我若是走，我就脱离这个贪。我人在出家就是要脱离这个贪，所以若是讲啊，累济老热济虾米济，我人会着掠。了有的人会讲，安怎点点要走诶，点点要去到路，你看这边食都狗日食袂了，就是食袂了，我人就走。拄好食，我人会大较久。到真正这有时我讲我父母讲。你人呢公司啦，唔通讲你一잔伊一잔，10人10잔，安怎食？10人公司一잔，啊无啦，马仔10人公司一잔，你摕来，安尼较无讲 overflow 满过头，狗食，去知啊，狗来出街啊，食一点声是要会记这项大啲心肝，我食一个买互不多要。唔通讲食一个是要好食，啊对好食，哇！你来，个有个人个袂要紧啊，好谈嘞。我上班有人好食无？我要讲好食，我发解，我贪心。我若讲好食，你计了，我在后日你个就想，你讲好谈紧食，无等到你个甲人讲，已经食350人啦吼，要4、2、3礼拜，甲到350人伫来啊。了，我若是讲无好食，你人压看，我煮甲半死无好食，钱去了，所以一般行，你人加学加捌，想食好也伊接受。较济你看到底咪都是我看一尾2尾食呢，还没通好食啫，食了买好不到要，这个就是不大讲顾这个瘾，
第四项个 glass 会想啥物啊？直加，咱礼拜日又讲我要开一个 glass， 我要开一个 glass， 学堂一加一个教咧，直加人，家己无训练，所以真正拍算。了你若是无训练，你要安怎教人好？像我这条经不大讲啊，你调啲头毛。你调啲头毛，别人教了人啲调啲头毛，你调啲头毛人，你去救你嗰一个人调啲头毛咩？未，你就要起来这个头毛了，把你才看别人起来。所以，那是啲老弱嗰啲世间，你要安怎来讲经教人啊？跳出苦海啊，跳出苦海！你啲老弱啲世界物件，约会啲老弱那是。这个叫做弱筋的享受，你滴堆，了你叫我讲，放喺家啊 ，let go，你家己无 let go， 你安怎叫人 let go？ 所以这边不大讲 class 就是啥一班啲教学生。第五项伊讲 building， 有诶啱咪讲我做一个啱了，即个我要做一个灶卡了我要做一个钢筋灯我要做一个 library 我要做一个小死人我要做一个所在，要害死人骨咧。所以滴响，拢总滴接触滴这边，不大讲安尼样，这个会场惨了，就白了，未成功了。咱第六项渐 travel， 我这边要去，我向边要去。我在这是我那本淡薄有啦，你看，万一过去万一过去斯里兰卡，万一过Bangladesh，万一过去印度，万一过去尼泊尔，特别我去向边，向边伊人请我去，了啥人叫上这道无去袂使，所以我去向边了我去做好，互你人特别保死的类，这个物件我摕去放，我去做向边，一记我正要我讲11。经会暗三家些，女人的累会记正旧年三八钱扣起来几千块，这个累个了拢总去保释去暗个了，唔是保释平常的保释，是三家些做家些做11经，无人贪做安尼啊，女人竟是贪做，所以这个是讲 travel 第9项来讲，一个人来接触这一家庭。所以真正济，我知我几来亲戚讲，说我喏伊某伊囝写批哦，伊几十件，500一斗伊回批。我毋是讲心肝定，我来回批落去，伊人写 Dear Daddy， 了我听 My Dear Daughter， 了若是讲 Janet 个写 Darling， 我个写 Darling， 安怎脱离世间啊？所以我加喙基金唔爱回批啊。一张批我本无回，甲对我叫你嘛都笑，我讲我好事啦，无死过啦。所以要接触个家庭唔同，到来是来出家，即不大好一条就讲这条经就是叫人来，到来脱离了来帮衬家姐，是正要来拼。第8项 affliction， 自己家唔啲告诉咯。万一顾上顾三牙带这边，万一顾32岁，或自己是我那本是上，万一顾皮康32岁，他万一顾要巴哈32岁，万一顾这个耳啊听，自己讲，这个本是讲啊，人要来做好啊，无啲杂啲做乱。你人看是达到太祖头一刀要出家的时啊，离开城外，一马半马出，就拄着伊头先，魔王拄头先。所以今日我要讲人听，这个真正来落世间，你人来想要做好，头一项啊，魔要来做乱，这个魔会做乱啊，是来试验看，尽量有影无路是正要来做好的，还是你啲牛滚半做半佚佗的，这个佢就要爱会记 affliction 啊，这个病痛爱扶起来。真正一人无病痛，但伊坐先坐了到一个坎站，伊这个叫做正念，真正清，真正明。故事伊讲，说是完了，我逐月坐，我坐到1-2点钟，安怎这个我坐了，昨晚我去大山卡一个查某，安怎我睇那坐3个字，我听甲真正听，唔知我风湿扶起来无？伊这个无明白，因为伊坐了，伊进步了，伊正念真正明了。故事小小的听伊看无，故事的大听伊把你才看到。他那伊正念，伊mindfulness真正明。故事的小小的听伊看做大听，故事的大听
伊看到袂当的听，所以伊就是讲伊 mindfulness sharpen， 这个就是实在是好的物件。特别真正侪人讲，哎呀，我买咯，我买坐禅咯，我无坐禅的是无事，我坐禅的是事真正坐，我上久甲了病扑起来，唔是。这个不大特别都甲人讲，这个上久是靠。结果日你坐禅了，当看这边听，那边听，这边变，那边变，睇你买了久，现睇你买了久呢？实在这个是你去看淡就靠了。实在这个上久是好来靠，你无上久有这个听无？啊，你要看这个是正式坐禅的听，还是无正式坐禅的听？这边我好多人会记。那是真正听坐禅的是真正听，了你请起来无一下无，过了一两点钟，伊无去了。啊，迄个就是正坐禅的听，迄个是进步。但你买了过来坐，我坐了你集中啦，哦，一听过来真正听，了你停了你看，佫有个，买了佫无去了，无坐禅无坐禅的是来，这个就是讲你坐禅进步，了你看做退步，了第九项 books， 真正坐会上哦，我这里菜买，迄个菜买。为什么讲就是我那本是想看一菜一大吨？啊，爱，这本菜我爱，那本菜我爱，这个本是叫做执着 attachment to books。人第10项，有个人坐禅了，伊有进步，了有淡薄心痛力，伊要蹲咗互人看，哇，有这个我会做，这我会医病，我会虾米？这个是执着就心痛力。人就要脱离这个10项，马路讲啊，今日会使讲，伊若是坐禅，伊会进步的人。落来今日我要讲是世界天 Brahma World。你看世间的人啊，有的人啊，伊来出世细汉甲囡仔去甲摊啊大汉，伊无虾米点对这个肉筋的享受。你假讲去看伊无？唔来啦，我无爱看啦。爱去拔脚无？啊，拔虾米脚我袂晓拔。今日来去倒落佚佗无？大啲去啊，到了铁道这边做虾米？靠来大啲厝，这个就是虾米啊？因为这个只阿莫话讲 ，he is a more evolved person， 伊人的心较无这个大贪，这个肉筋的物件。and 伊较无大贪的人，你看伊搭过爱家己一人大，了伊家己爱啥？无虾米爱去行去坐个人。有个人点这边行，那边行，这边行，那边行，到一过行，一过讲，一过讲那个，这边讲那边讲拢总是讲话咩 ？frivolous talk 讲闲话，人，人这讲闲话是 actually 是做恶买，所以这个人啊，但嘛我讲 the more evolved person 就是讲啊，伊个心较清气的人，伊爱大一人较济 ，and then 有个人讲好 good 啊。无参人呢，其实啊，伊有个人伊总是想，我加插，我加乱，我较好来家己大点，所以只有款的人啊，你看，伊逐个伊爱找点的人，了你若是教伊坐禅啊，安尼款的人较进步真正紧，了若是你吹啥剁手脚无停的啊，你叫伊就讲哇，你甲伊讲坐禅啊，好多嘢吹无叮当，伊唔买，叽作。啊啦，安怎我买点讲话，像个老人甲我讲话，这就是讲啊，关系剁手脚的，所以这个安尼款的人较坎坷，所以这个 more evolved people 伊人较爱坐禅了有两款的禅，就款的禅是叫做萨玛他禅，就款的禅叫地位禅。这萨玛他禅伊人就是坐，清了静了啊。伊人直直观一项呢，观才讲伊看色，伊看白，还是伊看一般的图，直直观到久了啊！伊目睭无看咧图，本有一个影咧图，大啲的卖，伊看目睭本有看到咧图，啊直直观咧一般，观到尾来啊，咧一般的图看了模，特别真正明，十项甲了无。这个就是伊集中真正悬，伊直直集中，直直悬，未来伊贪入定就是讲伊贪禅啊，
一谈家那落去了啊，伊这个五个做界暂时无，你人借钱啊，达人有这个五个行点点来做乱，这虾米叫做五行？头一行啊，欲这个欲的物件，所爱欲见爱的物件，贪食、贪看、贪听、贪味、贪着贪。一贪就爱望着爽爽的物件，这个物件渐渐浮起来，所以一做乱路的节钱。第二行，这个圣地渐渐起，有时你节钱是rising falling，了啥物到时这里就搞砰死鬼啊！渐渐乱了，我逐个节钱你就砰请家人，他们是死鬼圣地起了，两行了。第三行，你渐渐。就是借钱了，是集上来，啊！你这个上咧上啥？淡薄讲剁手脚，内面啲讲话无听。哎呀，我哋借钱都大点点啦，你唔通讲话啦。伊无听路，伊家己直直来，伊叫 restless mind， 有得只 restless。第四行，伊乖啦，你叫讲唔通点点啦，呀点点好，当点点，然后点 rising falling。我困着将我点先讲好了，起来，哇！我之前真正掂咯，哦是，实在无看着半行，实在是困醒，这个就是一第四行，这就是叫做分段进去了。做真正这人唔知讲伊之前啊，了果若是讲摕啲壁落去啊，你唔知困甲真正好，所以有时有盲本咯。所以第五行疑心渐渐要浮起来。人节钱啊，人讲进步咧进步，了一本家己我都无进步啊，好大诶，这个无定叫这身生袂晓教，所以这个五行叫做第五行就是疑心，这个疑心渐渐浮起来，一行浮起来，了你若是讲看着有身生了骨力啊直直拼，这个五行点，这五行就点了，你要入定了，要谈钱那些。你谈着人啊，咱来听啊，看马氏世道安怎讲？听我读就马氏世道讲，因为我唔是讲姐姐入定嘅先，所以我家己无咩感觉，所以我听马氏世道讲。In the first jhana, the yogi is free from sense desire。该入定了啊，耳无想爱听好听，目睭无想爱看水水，鼻孔无想爱味芳芳。佢在这个欲见当中掂了 ，and then 一只入janna落去，佢在这个janna时是一下呀掂，特别有的人一入janna掂了，一出来一个入，出来个入，出来个入，所以啊，一大啲janna的掂声，一大就两三点钟掂掂。特别一个人若是一入janna了啊。越乐真正有，越快乐，越 happiness， 真正明真正清 ，and 伊叫做 undescribable feeling of ecstasy pervades the whole body。伊规上句啊，无讲不足，真正想讲，真正爽快 ，and 这个爽快讲啊，要叫伊讲，安怎爽快？你讲下我听啦，伊要讲未出 ，and 伊 really 这个就是正正。and 伊无讲啊，规上句有diet、先、鼻、听，拢总无 ，no physical discomfort，and 特别伊 mind 真正明、真正清，想加减有，特别伊想毋是十想，伊想是关于咧目标，一直一关 ，and discursive thinking， 伊渐渐关了，渐渐想到咧目标 ，and 伊渐渐入中了，唔系你估出来入定，入定 ，and 伊有当时大着，咱要看，有个人无定着伊坐闲了啊，伊入甲一个点了啊，了无定着伊困无欢诶，你讲哇，我要安怎再看？这个是正入定，还是假入定？你这边来看。Body of one in jhana is motionless, tough and composed. 伊若是入定，伊上骨滴，无震动，无摇。有个人这先
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唔算是入定。伊讲哇，安怎我无入定？上摆我爽到我唔知去啊！啊，唔是入定。The body must be motionless， 无震动 ，compose。and 你若是刚刚去动，你看，结甲安嘅上句，结像甲一个跳安尼。and 这个伊若是入定啊，伊会打鼾2点钟、3点钟，有当时规日，有当时规暝，伊上句定无震动。假如若是看到一直震动，你听因讲我淡仔入定啊，你还没入定，你看，这是马斯西多讲，唔得，咱袂使咧。真正济人马斯西多讲，伊坐了摇了，摇了，砰倒落去了，伊唔知人咧，睇讲我弹了，伊过落汗了。你这边不，你看马斯西多讲 ，It is a mistake to regard as some do lying and rolling on the floor as a sign of spiritual attainment。伊讲真正济人无明白，摇了，哦，真正明，伊摇的时看 rising falling，真正好，安尼大摇嘣，你人看了，你跳听到跌拖落去，靠落去，啲拖卡碰落去，唔知人了啦。啊，你讲我弹了一个罗汉，伫这边马斯西多讲明，无震动，大点。伊再讲伊的三马里是入中真正明，and 伊无震动，伫这边啦，伊是正弹，假弹，伊伫摇来伫摇去，and then 伊倒落去，是伊唔知人，啊，伊唔是讲弹。This attainments like Jana, Maga, Pala, and Apana Javana， 这正就是讲啊，伊若是坐着安尼。上句查，但一滴定结，that means 伊弹了一个，还是一个罗汉，还是无讲伊弹了伊个马加巴拉，伊叫弹讲啊，伊弹着一个，那个弹着一个的这个伊个伊弹着attainment，所到不滴马加，就是讲伊弹着一个罗汉，然后伊担着一个罗汉的边，第二行叫做巴拉什么巴拉。了也是伊弹着加纳，伊弹着加纳，伊个是毋是讲叫一个罗汉？伊弹着加纳无像，伊若是坐三马达线，伊弹着加纳；伊若是坐维巴山那线，伊这点个定，伊就是讲伊弹着一个了，伊看着。所以人人啊，坐到好咧精神，要入这个叫做Rupa Vachara，就是讲啊，世界天的位，伊这个 consciousness 有伫遐边。所以，他那咱我要讲啊，把这个世界天，这个世界天啊，你看，当嘛顶个礼拜我有讲啊，把这个欲界，第一关的欲界就是叫做巴拉尼米达瓦萨瓦蒂地瓦，你人会叫我讲大啲香边一个红光，伊是巴拉尼米达瓦萨瓦蒂地瓦，伊去在是咱的魔王，你这个魔王伊无相信佛法经。特别人会叫我顶礼拜，我有讲未来伊拄着这乌巴古达，甲伊讲我听，甲伊平心动力，了把你讲 convert 伊就变做Buddhist 来。所以伫这边啊，后来巴拉尼米达瓦萨瓦蒂地瓦，各家一言去，伊就是叫做伊谈着叫做 First Jhana Plane， 这 First Jhana Plane 咱同人叫初丹天。伊入定了，按这个入定，为才讲4款的，这叫做世界天的定，初丹天、第二丹天、第三丹天、第四丹天。First Jhana plane, second Jhana plane, third Jhana plane, and fourth Jhana plane. So第一个是谈着这个初丹天的这个定，伊在谈着这个定了啊。伊若是讲白日若是死了，伊逐个要去出世是叫做世界天，叫做初丹天。但这初丹天有3言，若是你定是真正完，你去出世叫做台湾天王的所在。第2言
那是讲约定无虾米，想讲quality 较输，想讲这线的这个入定无虾米有力，所以佢出事伊就叫第二言就是讲伊出事啲这个Purohita Brahma， 头一个伊叫Mahabrahma， 伊若是讲这线了伊定真正好，伊去出事Mahabrahma。第二言若是讲伊做伊关伊入定无虾米关，伊去出事叫Purohita Brahma， 伊逐个要出事就是讲伊是台湾天王的，想讲军师，还是讲部长 minister。咱若是这线讲伊定无虾米过头深，伊爱出事是台湾天的所在，特别是叫做台湾天王的定税人 revenue。所以伫这边台湾天是安尼，你人若是去暗你看，有时小影写闪暗，还是你人去这线暗乱看，有当时你看到伊人画红光。了布达的恭敬了红光来跪拜，你来看有的红光，伊有3、4个头壳，你看到，了有的一个头壳，呢，伊就是叫做地瓦欲界红光，伊若是4个头壳呢，了伊人做 Brahma 呢来去出世伫遐边，伊人是安怎样？到来出世的 Brahma， 伊人就是讲这线甲三拜伊欲界脱离这欲界了，所以无欲界means查甫无爱查甫，查甫无爱查甫，所以大人若是坐着谈着 Brahma， 把自己出世拢总是查甫，无论伊是查甫还是无论伊是查甫，跟出世拢总查甫，因为遐边无欲界，无讲我爱你甲你爱我无，伊人甲了是渐渐决定。and then 伊人真正快乐较一个定，伊个 joy 渐渐大伫遐边。所以人若是去出世这个世界前，伊爱听到伊是出世，拢总甲了做大波。and 这个世界前伊人的岁数是真正长。大伫这个欲界红光的欲界伊人的岁数是算千million年，你记红。这个像巴拉尼米达瓦萨瓦蒂德瓦，这个叫做咱的这个魔王，伊会收着这9500几million年，这million是100万年，所以看伊人大到是真正久。特别这个9000几million年要拼个台湾天王台湾天王伊人会收是一个大劫，这个大劫偌久。会记我逐个讲，一粒巴肚7支挑的长，7支挑的宽，7支挑的宽。100年一到一个仙女拿一个布来揉这个布，揉了我咧，一个揉这个巴肚较薄淡薄，较薄淡薄，较薄淡薄，甲3摆买来这个巴肚揉甲无去，这个差不多是一个大劫。所以你看，照这个经济来讲 ，it cannot be computerized in figures。你 computer 你去做3摆 computer 咧，无数目通写，所以一个大劫是真正久。所以那台湾天王，你人看伫小影，逐个死面，所以真正济人无明白，他那死面佛真正兴你这个安边，这个死面佛伊 actually 袂使用这句话佛，死面神会使，死面神咁样，伊毋是佛来，伊袂使叫佛。你自己你人若是有去听这个咱的 Dr. Dhammananda 大啲吉隆坡就啲来咱的Chinese Town Hall 大啲 Big Street， 有一名伊本讲，伊讲真正济人无明白，他那一面佛的人买拜，人要拜4面佛。了又讲你若是看我一面佛伫笑，一面佛伫认神，一面佛伫唔干嘛心，佢无欢喜，一面佛伊讲啲唔知怎样，伊讲。4面佛，伊讲这佛就是佛了慢个有4个佛，实在那是佛有4个头壳安尼，你人看着你人奔走所以这个干了是无对。特别这个4面佛安怎会来？我讲你听，伊这个是4面神，到那去出世的 Brahma World 的人伊有一个4款的形真正明，这个4款的形就是我捌讲，到红光是去出世的 Brahma World 头一项伊人。这个4项真正明，
慈悲喜舍，伊人真正惜众生，伊人真正极善众生，伊人看着众生做好，伊人真正欢喜，伊人看着众生的受苦，伊人舍，伊人要叫伊人好，伊人无好，所以这个伊人有了这个四款的行，叫做慈悲喜舍 ，love, compassion, sympathetic joy, and equanimity of mind。有了这个四项，伊较有机会摊出世台湾天。人想讲这个四项有了，就是伊是四面佛。所以那是下白日，你人会叫唔使讲四面佛，讲四面神、四面红光。我叫伊讲啊，Brahma 来啊，这个安尼你人来对，安尼就是叫。你人出世的 Brahma， 伊人啊，这个鼻腔，你看咱做人，咱的药界鼻腔味都香，哦，是，你看把手指爱笑起来，面笑，哎，所以安尼香。哦，就话还没碰水，安尼还没花，安尼碰，药开去含起了。咱那是变到死鬼啊，就当回安尼吵，钱起了。把伊人这Brahma我啦，伊人有鼻腔，伊鼻腔微微的，微微的，你人想讲苦啊，无苦，香伊本无笑，味到臭伊本无人心，伊心。平淡，所以有了鼻腔，伊无 sensitive 的鼻腔；有了舌，伊无讲伊好食，伊无好食，伊无 sensation 的舌；有了香菇，伊无讲阿落古一过啦，阿落爽一过啦，即咦刺激啊！别讲咦凉凉我惊了，我想抓呢，伊唔系伊人无。好多有香菇，伊当着伊无这个感觉，爱甲卖哦，爱甲认，伊人无。所以你看伊个红光，有了鼻腔，伊鼻腔袂用；有了舌，伊个舌袂用；有了香菇，伊个香菇是讲可以起到落呢。伊无讲望看、感觉看，热还是冷，解了无。所以伊人有讲啊，伊人个 sense organ。这个三项鼻腔、舌甲香菇无这个感觉，了伊人的血受，若是讲较低大这个 Brahma， 伊人是1/3 1/3 Mahakapa， 这大劫1/3的大劫。了第二样呢，叫讲台湾天王或者部长，伊人是血受是一半的大劫，咱出世做台湾天王。伊血受是一个大劫，这个一个大劫评价，这个玉界红光，玉界红光上个一粒沙批评个一粒沙，嗰一个这玉界较起啊，第10人，有一个叫做这个世界天，有一个 Brahma， 伊做款的 Brahma， 伊有香菇，伊无心，所以你来想看。哈密的红光有香菇无心，听伊无讲感觉，伊无思想，伊无精神，伊无行，有落几个行啊？是自卑的行，伊无。这个插头有精神无？无精神。有感觉无？无感觉。所以，迄个红光呢，出世叫做阿三呀 Brahma， 伊无一个心，到伊无一个心嘛，伊像个一个插头啊，像个一粒山，唔知半行。特别，伊这个若是去出世下面有命根，这个无命根，伫这边清查，有命根安怎啊？过了伊用过了，噗！思想入，在思想入，伊死了。所以伊在出世时阿三呀撒旦，伊袂使有想，因为想就扑起来，伊死了。特别人会受偌久，500个大劫。他妈是马哈布拉玛台湾天王，这个大劫人讲哇，安尼久，他那伊来出世就叫做阿三呀撒旦，伊是500个大劫大伫遐边。
按这个叫做世界天，加了有16元，特别每5元是对何者人，大啲世间那是红光，大啲这欲界，伊人那是有借钱了，赚着3个罗汉了，伊人去出世的这个5个叫做 pure abode，pure abode 就是这5个世界天，专门和这个生了3个罗汉的人去大显兵，而伊人大显兵买来结买来，伊人大啲显兵，伊人入了立团，脱离这个生老病死。所以第2元的这个第2元本是有这个叫做第2丹田，这第2丹田本是3元，这个本是3元，本是头1元较悬，第2元第2元较低，第3元较低，而咱这第3这丹田本是有3元，这我睇下要去干咩？因为我若是无去干咩，我脑子讲袂了。所以第3元，伊本是有第3个丹田，等于得家呐。伊本去前面出世，本是有3元，那是伊家呐真正悬，伊就头1元、第2元、第3元。而伊人的会受64大劫，64大劫了啊，就是讲啊，白日那是诸夫着烧，那是讲啊，拢种人直直做恶。这诸夫大概着烧对3项，对虾米贪嗔痴。但是你看武大讲，这个3项贪嗔痴是正大毒来。未来这个诸夫本烧，因为虾米事这诸夫着烧，因为这个3个三毒。所以诸夫那是达人贪心。这个诸夫买来直直地人直直地命，买来人乱做，诸夫买来要着烧干命，大致这个台湾天王，我哋讲这个世界天第3元，伊人叫做这个大劫，这个火要烧甲这边，第个禽兽恶鬼阿修罗做人，这红光。甲这个台湾天3个火烧甲了，这个火对伫倒落，达人贪，所以这个贪是火来，你人想看，一个人来贪咧查某，伫想咧查某，你看伊规身躯行甲了，你叫伊困，爬来爬去，12点未困，1点未困，2点未困，伊就未困就想衰啊！妈叫我未做工，我要困啦，伊个伫想。就是这个火啊，叽叽搞完，不杀老完，所以小姐不杀是吧？必须来jadi besar lawan malam tak boleh tidur, esok bekerja main susah, tak ada cukup tidur, leo samping dah buka kunyah jam kiseng te. So, 人那是大贪，这个主妇要用火烧，人那是点生地，骨粒要起生地。这个主妇要着烧甲，唔是着烧，伊要化甲，因为水，这个水个唔是啊，甲辣水来，corrosive water，这个 corrosive water 更加厉害，伊烧地基做人欲界红光6元，台湾天的3元，伊本烧第二单天伊本烧，你看伊加3元较悬，这个 corrosive 这个 heat 更加厉害。你人唔使想看，那是人伫起生地，更加厉害过啲贪的人。真正来咯，人贪无人骂伊啦，人讲女够贪女，那是讲伊大贪啊，大捞大命。女你看我达甫人够贪女咯，不女来这，实在伊真正贪，虾米本敢做，拍枪虾米伊敢做。了特别世界人无虾米骂，佢安尼虾米说啊？这个贪伊人讲较袂要紧。生地啦，人讲生地，因为生地像个鬼，像个碰疫情当咗咧，就 it is a danger， 达人惊，达人惊，伊火更加大，伊起甲第6元的世界天一烧，特别第厉害是啥物啊？武器是啥物啊？人唔知虾米对，虾米唔对，虾米应该做，虾米无应该做，乱做，像个禽兽，像个啷个鬼伫做。
爱就是安尼乱乱做都好，这个就叫做牛痴。那达人变牛痴，这个主妇要着烧，伊唔是烧，要化到啥物风。所以贪钱痴，贪是爱火，钱就圣地水，and then 牛痴是风。因为风真正来咯，大啲土卡啲就舞起来，头一变冷起啦。你看是安尼大，吹起甲水清气球啊！一吹起了，山角山，巴肚壳巴肚，山角山，壳甲隆中住，吹摇摇。一个人，一个众生，一粒沙本无个了。这个就是讲，这个个了就是对牛痴，这个就是讲啊，伊爱烧干咩？那是风啊！伊主妇话干咩？第一个禽兽五鬼阿修罗做人6眼的欲界，3眼的这个叫做初丹田，第个3眼的这个第2丹田，个3眼的第3丹田，拢总烧，9眼的色界天本烧，剩6眼啊，剩那么9了个剩7眼，这7眼就是讲啊，个6眼。7眼是叫做阿三亚沙达，迄个红光像个巴肚安尼，伊唔知半项，你哭伊也无听，你让我烧伊也未死，伊大咗500个大劫，你若是去大啲那边，若是讲有影伊有伫这边啊，你去帮晒伊也无闪咯，伊也无半项，伊唔知半项的个了，伊无 sensation， 伊无一个感觉，然后过7眼就会翕巴啦。为合巴就是虾米算？过7眼就是叫做讲11，这11眼，这边啊，伊红光是讲啊，真正大的功德，才有摊去大那边，伊节贤，伊入定真正悬，安怎伊摊去出世那边？伊出世那边就是讲伊节贤甲摊着第4个牙呐，第4个这个入定，在那边啊。主妇安怎着烧，安怎化，伊大迄边原在，伊火烧就是500个大劫，就到这边，我后个礼拜才刷咯，就后礼拜我才刷，安怎伊这个主妇化，了安怎这主妇成，了安怎有人来出事，了你看人头火烧真正好，无病听，看哪个病听，甲他写这个病，你人知。古时无印刷，他那有印刷；古时无 S， 他那有 S； 古时无 radioactivity， 他那有 radioactivity。人就有病就来就济，所以你看起在主妇是无平安的物件。第一要紧就是啊，直直爱来做好脱离这个主妇，但唔使来去生老病死，安尼来这个病听直直来直直济，直直来直直济，到到这边为止，咱来回向。一当咩也见人好多。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tawaka c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u. Sadhu.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k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Tuân kỳ lòng trong bình an